云上太阳，它总不改变，虽然小雨洒在脸上。云上太阳，它总不改变，它不改变。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我们要来进入撒母耳记上第7天的共读。今天早上要请秀莲执事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牧师早，大家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耶稣，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承认需要你的医治和恩典。你是一切的医治与答案。求主赦免我们，凡事只想靠自己解决困境，忘记寻求你就是最大的帮助。当我们向主伸手寻求叩门时，谢谢你的怜悯，不轻看我们的软弱，并且成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主啊，感谢你的大能与医治，帮助扶持肢体软弱以及在病痛中的弟兄姐妹，也警戒我们要走在你所喜悦和你心意的道路上。孩子这样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我们昨天从撒母耳记上的第5章，那看见奋力士人他们要勇敢做大丈夫，来向以色列人和他们所扛来的约柜来征战。那但是虽然打赢了仗，却是连续灾难的开始，也让我们看到约柜不用人为他来扛抬，自己会征战也不用人来替神来出面。那约柜在上帝的子民当中能够安定人的心，但是在外邦人的当中却成为灾病和恐慌。那从这个从亚实图到加特到以格伦连续非利士人5大城的3个城，那都陷入了恐慌当中，也让我们看见神的同在使人得生，也同时使人受死。那么今天要继续来看撒母耳记上的第6章，好，那么请秀莲执事带我们来读第6章的1到6节。第6章第1节，上主的约柜在非利士停留了7个月以后，非利士人请了祭司和占卜的来，问他们：我们该怎样处理以色列上主的约柜呢？如果我们把它送回原处，还应该付上些什么？他们回答：如果你们归还以色列上帝的约柜，当然要向他献礼物赔罪，不可只把约柜送回，这样你们的病就会得到医治，并且知道为什么上帝不断的惩罚你们。非利士人问：我们该送什么赔罪的礼物呢？他们回答：5个金铸的窗泡模型和5只金铸的老鼠。每一个窗泡模型和老鼠代表一个非利士首领，因为同样的瘟疫发生在你们和非利士首领身上。你们一定要做窗泡的模型和那毁坏你们田地的老鼠的模型，向以色列的上帝承认你们的罪，这样说不定他就不再惩罚你们和你们的神明以及你们的土地了。你们何苦像埃及王和埃及人那样顽固呢？上帝捉弄了他们后，他们不是还准许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吗？以上。好，谢谢。那这样子从5章1节到6章1节，好，那这里讲到约柜停留了7个月，那从以便以谢被掳走之后，那经过了3个城市，那前后7个月，那他们实在是无计可施，就请了非利士的祭司和占卜，好，来问应该怎么办。那这也是在他们的信仰民间的宗教当中所会做的事情，而这祭司和占卜也有感受到他们是得罪了约柜的神，就是以色列的神，并且对他们说，你们要归还，就是要将约柜送回去，而且不能空手送回，还要献上赔罪的礼物，那才能够得到痊愈。所以不论是哪一个城，好，那这些的疮疱，和本番的痔疮，或是肿瘤，或是淋巴病呢，一直不断的
7个月来真的让他们是生不如死。那非利士人，那他们就在思想要用什么当做赔罪的礼物。那这一些的祭司和占卜就按照非利士的领袖手的数目，就是他们有5个城，就要每个城都要有一个金的窗炮和金的老鼠。那么在第5章第6节这个字有提到耶和华的手重重击打亚实突人。那在这个旧约的希腊文里面有提到，说这是老鼠，上帝使老鼠来危害，所以他们把这样的危害的记号，就是老鼠和他们身上所长的疮泡呢，用黄金来打造。那这个黄金对非利士人来讲是非常的珍贵，但是呢是为了要当做赔罪的礼物，所以非利士人他们就做了这样子的5个模型啊，甚至非利士人还提到，为何硬着心像埃及人和法老一样，神岂不是严厉对付埃及，使埃及人释放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离开嘛？所以对非利士来讲，这一段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记载，是在外邦当中都深深所知道。所以5个金老鼠和5个金的窗炮，那分别代表5个城，从以格伦从亚实图到加特到以格伦，虽然还没有去到亚实基伦和加萨，但是前面这3个城就已经让他们已经是受不了，他们希望能够早日来归还，但是归还的时候他们又因为这是他们打胜仗所掳来的，所以他们不晓得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退还，来还回去。好，那接着再请秀玲执事带我们来读第7节到14节。第7节，所以你们要预备1辆新车和2头从未负过轭的母牛，把母牛套在车上，把他们的小牛赶回牛栏。要把上主的约柜放在车上，旁边另放1个箱子，里面装那些金模型，就是你们赔罪的礼物。然后让牛拉着车走。你们要注意车走的方向，如果它朝着伯示麦走，那就是说这灾祸是以色列的上帝降给我们的。如果不朝那方向走，我们就知道上帝没有降灾，这灾害只是巧合罢了。非利士人照着他们说的做了，他们把2头母牛套在车上，把小牛关在篮里，把约柜放在车上，还有那装金老鼠和金窗炮模型的箱子也放在车上。母牛在往伯示麦的路上，不偏左不偏右的直走，他们一面走一面哞哞的叫着。5个非利士人的首领跟着他们，一直走到伯示麦的边境。伯示麦居民正在山谷收割麦子，他们一抬头，竟看见了约柜，大家非常欢喜。车子来到伯示麦人约书亚的田里，停在一块大石头旁边。居民把车劈了，把牛烧了，当烧化祭献给上主。以上。那所以这些祭司和占卜的，他们就除了要赔罪的礼物，那他们还说怎么样来运送这约柜，因为这约柜是无法来亲近，也无法来触碰，也没有人敢去碰它。好，那非利士人是对这个约柜是深深的惧怕。那所以他就提到用一种方法，那这种方法没有人这样做，就是虽然是一辆新车，但是这辆新车要2头母牛。那在和本是有说，这两头母牛呢是正在哺乳的母牛，就是刚刚生完小牛。那我们知道，在这个母牛有母性，就是它会来照顾小牛。所以其实母牛在照顾小牛的时候呢，母牛它的脾气不会很好，它为了要保护它的小牛，那甚至在和本是说，好，这个母牛在套在车上，因为母牛没有拉过车，好，牛若没有拉过车，会有这个牛脾气啊，好，所以其实
非利士人在用这样的方法要把约柜运回去，其实就是提高这个难度，或是说让这个事情变得困难。但是它有一个但书，如果连母牛没有拉过车的母牛也可以拉车，甚至还在哺乳小牛当中的母牛，它也愿意这样乖乖的拉车，甚至还愿意还知道往哪一条路走，因为没有人告诉他，也没有人带领他，但他这样都回得去，那可见呢，这个事情就是出于上主。如果母牛它不能拉车，它不能够照这个方向直走，那这个事情就是巧合。所以祭司和这些的占卜，那他们其实是出一个难题，但是呢他们虽然出这样的难题，可是让我们看见在民数记19章、申命记21章，那都有曾经提过要来献上红母牛，那来作为除罪洁净礼仪之用。那非利士选择这样的母牛呢？既然没有被训练过拉车，那怎么可能乖乖听话？而且还把小牛关在家里面，关在牛栏里面，这母牛一定会很气，或是一定会很脾气不好。那但是他们还居然愿意这样乖乖的拉车呢，表示这最后背后呢就是神机，就是上帝的因素，不是人的因素，所以他们也在考验上帝啊。但是非利士人就照这些的祭司占卜做了，不仅做了5个金老鼠，还有做了5个金疮炮痔疮的模型，并且还找来了一辆新车，也找来了2头正在哺乳的母牛，那把所有东西都安定好。那讲到新车，在撒母耳记下第6章，或是历代志上第13章，大卫在迎接约柜的时候也这样子做。那他也为约柜预备了一辆新车倒是没有用母牛来扛抬因为非利士人没有人敢去亲近或是靠近这约柜。那这母牛呢？就在往伯示麦的路上因为在这个以格伦在靠近非利士的靠近以色列城市呢，就是这个伯示麦。伯示麦城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太阳之家或是太阳神殿。那它中间是沿着这个梭列谷那来前进好，那也是从非利士人之地到以色列人之地，好，那甚至要往这个耶路撒冷的方向，中央的山地来进行。好，那在约书亚记21章16节有提到，伯示麦城呢是属于利未人的城，所以那边有很多的利未人住在那边。虽然这个12支派进入迦南地，他们有分地，有来每个人得到他们应得的，但是有几座是属于利未人的城呢，就是专for利未人的，那伯示麦就是其中的一座。那这条路从以格伦到伯示麦，大约有14.5公里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图片大概可以看到这个地形，就是在一个平原，在2个山谷的当中，在2座山的当中的山谷中间是属于梭列谷的平原。那在今天有伯示麦考古的遗址，那他们有认为这个金痔疮和金老鼠呢，可能就是被留在这个伯示麦这个地方。那不晓得有没有考察，或是有没有把它找出来但是这就是这7个月过去前面的7个月，非利士人所受的痛苦。那他们想要得到解脱，但是他们又想要确定这不是人，或也不是巧合，而是出于神，所以就出了这样的难题。那当牛这样一面的哞哞的叫，还有一面呢，却也自动的前进，而且就不偏不倚的就来往伯示麦的方向前进。而非利士人5个城的5个领袖，都跟着这个车子的后面，那去看到底是不是真的会这样的发生。因为这对人来讲，好像就是在看魔术，或是在看这个没有见过的奇事。母牛没有拉过车的牛会拉车，而且还是在哺乳期间的母牛也愿意乖乖的拉车。
所以当这个母牛果然是带着约柜，还有带这些礼物呢，还有这辆搭的这辆新车，一路往伯示麦，非利士的领袖呢，他们就亲眼看见，也就回到他们的地区啊。好，接着再请秀玲姐带我们来读15到19节。第15节，利未人把上主的约柜和装金模型的箱子抬下来，安放在大石头上。那一天，伯示麦居民向上主献烧化祭和其他牲祭。5个非利士人的首领看着他们做了这事，当天就回以革伦去了。非利士人送5个金疮炮给上主，当作赔罪的礼物，一个为亚实图，一个为加萨，一个为亚实基伦，一个为加特，一个为以革伦。他们也送了金老鼠，每一个是为各非利士首领管辖下的城镇，包括设防的城镇和没有围墙的村庄。伯示麦人约书亚田里的那块大石头，就是他们安放上主约柜的那块石头，到现在还留在那里，作为所发生之事的证据。上主击杀了70个伯示麦人，因为他们窥探约柜。居民因上主在他们当中杀了那么多人而哀伤。以上。好，谢谢。那所以刚才讲到伯示麦呢是属于利未人的城，所以当这2头母牛拉着新车上的约柜，还有这些赔罪的礼物，那这些利未人呢就把上主的约柜和装金模型的箱子抬下来，安放在大石头上。那前面拉车的牛还有这个车，好，那也都是属于外邦人的，那他们也不收取，好，那就把它杀了劈了，好，烧了，好，当作祭物来献给神。那所以非利士的首领，好，在这个远远看着这些利未人做这样的事情，那他们他们不能再说什么，好，也知道这背后真的是上主所做的，所以使他们不敢轻易的在得罪上主。那所以这些的在这17、18节也提到，这5只老鼠所代表的是5个城的百姓，那5个金的疮泡是代表这些管理百姓的非利士的5个领袖。那甚至还有他们所带领的这些赔罪的礼物。那所以他们为了自己的百姓呢，来向这位他们误抢了上主的东西，而且把上主的约柜抢来，所以他们也承认这一整个呢都是一个错误。那他们也希望能够早日的从这个疮疱当中、死亡当中、惊慌恐惧当中，能够早日的得到解除得到解除。虽然后面没有提到非利士人回去到底有没有解除，但是想应该这件事情呢，应该是他们有找到原因的，经过这么多个月来所发生的。那当约柜来到了伯示麦人约书亚的田里，在大石头上，所以在撒母耳记的作者也把这个大石头，就是当他们在写撒母耳记的时候，这个大石头依然被标志，被纪念。只是呢，在这里也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上主击杀70个伯示麦人了。那在和本有一个小字，这70人呢，有一些古卷是写70人5万人。那这个就有2种的讲法，一个就是说70人加上5万人，70人加上5万人就是5万多人。好，但是一个城镇要5万多人，那也是一个很大的城哦。好，那或是5万人当中的70人，5万人当中的70人。好，那所以表示这个城呢，也是一个不小的城，有5万人都居住在那边，或是5万个利未人当中的70个利未人被击杀。毕竟一个要5万人同时住在一个地方，那个地方也是很大，所以可能是5万个利未人当中的70个利未人被击杀。好，那所以因为他们为什么被击杀呢？因为他们观看，那现在中文本写窥探，那约柜，那原本是说看里面，看约柜的里面。那我们从希伯来书知道约柜里面有
有3样东西，就是摩西这个2块石板，还有就是这个1罐这个装着玛纳的罐子金罐，那还有一个就是亚伦，那上帝给他的那个杖，那个杖呢已经丢在地上，但是对不起，那个杖呢却是在一夜之间开了杏花，然后又结果，那就是摩西就是亚伦发芽的杖啊。那这也是一直被存放在约柜当中。那这几样东西也代表着都是上帝的话，上帝的权柄，还有上帝他的话成为我们的生命的粮食。所以在约柜里面装的呢，都是神对我们对人所说的话，也可以说是上帝的同在，上帝的旨意。但是这70个利未人被杀，那反而引起了伯示麦的恐慌啊。那所以他们我们继续来读最后的2节，请秀玲执事带我们来读。第20节，伯示麦人说，在上主这位神圣的上帝面前，谁能站得住呢？我们能送他到哪里去，使他远离我们呢？他们派使者去对基列耶琳城的人说，非利士人把上主的约柜送回来了，请来接去吧。好，谢谢。那这个故事呢，并没有因为约柜回来就皆大欢喜啊，反而回来之后，利未人他们不懂规矩，利未人应该是要懂规矩，可是伯示麦的利未人呢，好奇心驱使，所以让他们没有保持界限，而去违反了这个摩西的律法，去不仅是去窥探，甚至还去碰触，对耶和华上主的约柜不敬，被击杀，以至于他们就害怕哀哭，谁能在耶和华这位圣洁的神面前侍立呢？这约柜可以从我们这里上到谁那里去呢？所以他们也不敢再迎接约柜，因为这约柜所做的事情让他们也跟非利士人一样的恐慌啊。那所以他们就派使者又到隔壁的城基列耶琳的居民那边。基列耶琳呢，那这个城市的意思就是森林之城，所以它可见应该是一个比较靠山地，那种满了树的地方。那在约书亚记15章、约书亚记18章，那这个城呢被叫做基列巴利，其实离耶路撒冷并没有很远的地方。但是他们就是又更往以色列的中心来送进去。那说非利士人将耶和华的约柜送回来了，你们下来迎接约柜上到你们那里去吧。所以它果然就是一个往山区往中央山地来走的一个地方。但是他们并没有让基列耶琳的人可能知道他们发生什么事情。那所以对基列耶琳来讲，这可能是一个喜讯。但是呢，却他们伯示麦人呢却没有这样子的福分继续邀请欢迎约柜停留在他们的身边。我们还记得这个小萨母耳，那他12岁的时候，他几乎都睡在约柜的旁边。那但是他也没有去窥探，他也没有对这个约柜不敬。那所以倒是这些伯示麦人看到约柜来了很兴奋，但是兴奋过头了，以至于失去跟上主之间的界限和关系。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约柜被掳的7个多月，快要7个多月的这个路线，从示罗，然后呢被带到以便以谢，跟这个从非利士是从亚伯来的这个军队呢在那边交战，而打败之后就被带到这个亚实图。那从亚实图到了加特，再到了以格伦，再到了伯示麦，现在呢明天我们继续读第7章，就看到被带到基列耶琳。那最后呢第7章是说20年了，不过这个时间前后算下来大约有80年了，将近80年后，那才被大卫迎接到耶路撒冷去啊。所以几乎在不仅是扫罗做王，甚至连撒母耳在担任士师的期间，约柜其实都没有在
他们的服事的当中啊。虽然他只有去非利士人短暂的7个多月的时间，但是呢约柜呢也没有被随随便便或是被带回迎接到示罗。至于详细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晓得，或是他们上主没有要他再回到示罗，这个在撒母耳记就没有交代得很清楚啊。好，但是让我们知道，好，上帝是轻慢不得的。好，那我们越亲近上帝，或是越靠近上帝，或是说当我们越领受上帝的话呢，好，我们应当要有一个敬畏的心，好，要有一个谨慎的心，而不是把上帝的话当成随便。好，听得到也应当要行道，这样才是把磐石建立在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啊。好，那所以这个地图也好让我们看见好这个7个月来，好，那约柜它的动线，那也约柜离开示罗，好，那经过了80多年的漂流才会回到耶路撒冷了。不过我们今天看到的并还没有到走完这80年，要一直到撒母耳记下的第6章的时候才看到约柜回来了。好，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非利士人受到约柜重重的管教，5个城市，5个大城市，5个领袖，有3个城市都受到极大的恐慌，还有击打，甚至所有5个城市的领袖呢，都对这非常的畏惧，来赔罪。那祭司占卜给他们的解方就是要把约柜送回去，但是不可空手，要献上礼物。但是他们即便要送回去呢，他们还是要来考验，所以找了2头哺乳的母牛，让这个母牛呢在让这约柜呢在一个不可能的运输的工具上呢居然是自动导航，而且呢走回以色列的边境，到了伯示麦太阳之城。所以对非利士来讲，那他们是完全的顺服，因为昨天我们看到他们的大滚神不仅倒下来，第2次倒下来连头手都断了，让他们更加的害怕。那也伯示麦的利未人窥探上帝的约柜，那他们对上帝没有用正确的敬畏的心，忘记了上帝对所说过的话，以至于呢他们有70人遭到了击杀，所以也让他们不敢再把约柜留在这边，那也其实是失去了祝福。那其实我们从明天要看的经文，还有我们看到这个别以东他怎么样迎接约柜，上帝就祝福他。那么去年在读历代志的时候，发现这个别以东他有同时生了8个儿子。好，那这是不是上帝的祝福以至于大卫都听到都知道上帝在别以东家所做的事情呢？好，那这也是一个当我们明白神，并且对神保持敬畏的心，而且能够保持合一的关系，好，那就带来祝福。但是我们没有保持这个敬畏的心、合一的关系，好，那就成为灾祸。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从今天这一段非常经典的记载当中，也知道神你是轻慢不得的，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也是知识的开端。感谢你让我们也能够有机会来读到你的话，读到你许多的教导、律例、典章还有诫命，也求圣灵保惠师帮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也能够让我们活在真理，也能够行出真理。特别对于上帝的话一字一句都不落空，并且能够带着敬畏的心来将上帝的话能够来吃进去，并且能够消化，能够行出来。求神帮助我们在你面前如此的祷告祈求，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谢谢秀玲执事，谢谢大家。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牧师，平安，谢谢牧师，平安，平安，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谢谢牧师，谢谢。虽然小雨洒